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港澳大不同，我係文哥。最近新聞好多，大建業司長請辭，嗰條片我下星期會再發佈。今日先同大家講返一個同大家生活息息相關嘅議題：外勞政策、就業困境同制度問題。台灣最近計劃輸入1000名印度移工，政府同印度簽署咗勞工合作備忘錄。消息一出，社會反彈好大。國民黨即刻召開記者會反對，仲有2萬人聯署要求終止。民間團體上街遊行，舉牌拒中介、反雙軌，強調外勞政策唔可以倉促決策。台灣雖然都有移工問題，但起碼有民選政府，人民可以透過聯署、遊行、媒體去表達訴求。反對黨可以監督政府，媒體可以跟進，社會有討論空間。呢個就係制度上嘅本質差異。香港近年好多大企業裁員，包括匯豐銀行、Yahoo， 畢業生揾工困難。以前冇嘢做，仲可以去做保安，但而家連保安都係外勞。政府推補充勞工計劃，3年批咗16000宗申請，涉及10萬人。問題係香港冇普選，冇真正民選政府，政策唔需要經過市民授權。當政治權利缺失，人民就冇就業保障，媒體監督空間收窄，遊行示威受限制，市民連表達不滿嘅渠道都冇，甚至有工人抗議欠薪4個月，被警察鎖上手扣。澳門更加極端，出現假招聘，先招聘本地人，之後解僱，再輸入外勞，好多本地人失業，就業不足，收入不足，甚至有唔少輕生個案。澳門同樣冇普選。媒體受制於資助，言論空間更窄。即使係民生問題，例如外勞氾濫、黑工問題，市民都難以公開表達。制度令受害者變成沉默，甚至有人寧願接受現狀，唔敢再講。內地失業率官方話5點幾，但好多學者指出，實際超過40%，因為農村戶口冇計算，靈活就業同隱性失業都冇統計。大量碩士生、博士生揾唔到工，有啲甚至瞓街，失業問題嚴重，令好多年輕人選擇躺平，唔再追求傳統意義嘅成功。有啲人甚至轉行做全職子女或者乖孫，每日陪父母、陪爺爺奶奶，靠家庭支持生活。新聞報道有36歲男士轉行做全職孫仔，陪91歲爺爺散步玩手機，每月收入5000，被封為神仙工作。呢啲現象反映咗就業市場崩壞，年輕人冇選擇，只能靠家庭情感價值維生。相比之下，歐美好多國家對就業有更細緻嘅分級。美國勞工統計局有於1至於6個指標，呢啲分級令政府可以更精準制定政策，針對唔同類型嘅失業或就業不足。但內地冇做呢啲分級，導致失業問題被低估，社會福利不足。喺大陸，大家都知道好多好嘅工作唔係靠能力，而係靠關係。無論係國企、政府部門，甚至大型企業，往往要有人脈、有背景先可以入到去。能力再高，如果冇門路，都可能被拒之門外。呢種關係文化令到社會公平受到嚴重破壞，真正有才華嘅人冇機會發揮。而家澳門亦開始出現類似情況，甚至越嚟越普遍。好多時候，企業請外勞並唔係因為本地人唔識做或者冇能力，而係因為背後有利益輸送。中介公司收取高昂介紹費，僱主同中介之間有利益關係，結果就算本地人有能力、有經驗，都被排除在外。呢種情況嚴重影響本地人嘅就業權益，令社會公平同發展受到阻礙。外勞政策本來應該係補充本地勞動力，但而家變成咗取代本地人，甚至成為某啲人謀取利益嘅工具。好多時候有人話政治唔可以當飯食，但現實係政治同生活息息相關。冇普選、冇選擇、冇遊行自由，人民就冇就業保障。外勞中介收高昂介紹費，剝削外勞，再打爛本地人飯碗，發國難財。相比之下，台灣雖然有移工問題，但至少有反對黨、有媒體、有遊行，人民仲有表達空間。港澳就業困境同人口危機
本質上係制度問題。媒體係第四權，冇媒體監督，政府政策就冇制衡。香港以前有蘋果日報、立場新聞，市民可以透過媒體知道真相。澳門媒體多依靠政府資助，一講唔啱聽就可能失去資助，形成自我審查。冇媒體監督，冇普選，人民就冇辦法保障自己嘅就業權利。就業權利其實都係人權，當社會冇政治自由、冇制度保障，就業權利自然消失。港澳外勞問題唔單止係經濟問題，而係政治同制度問題。香港過去有過嘅言論自由已經一去不復返，只要有人願意發聲，社會就唔會完全沉默。呢度係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， 令更多人關注同支持我哋繼續發聲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